歡迎收睇《職場繼勝》，我係陳正樂。我係李詠琳。正樂啊，俾你估下今集嘅紀律部隊系列係介紹咩行業啊？今日嚟到消防局嘅門口，仲唔係講消防員？不過咁，詠琳你去考消防得唔得嘅先？我考唔考到就未知啦，所以我要親身去試下，同埋亦都會講下男消防員同女消防員入行嘅條件有冇唔同。即刻有，我要入行。人哋可能離遠望你嘅時候咧，唔會嗌 Madam 啊、嗌 Sir 啊咁樣啦。其實做消防員係我個夢想，夢想係唔容易去追求嘅。消防員嘅工作要出入火場，又要上山下海，工作辛苦又需要體力勞動。到底係咩原因驅使徐敏希 Emily 投身做消防員呢？我真正去決定去投考消防嘅時候呢，就係喺我中學開始揀科嘅時候啦。屋企人都有少少嘅影響啦。咁其實我就想抱住嘗試嘅心態先嘅。咁就喺我大學畢業之後呢，咁就去嘗試投考消防呢一個職級啦。正式成為消防員之前，必先接受為期26星期嘅留宿基礎訓練。面對住成班男學員，有冇啲尷尬事發生啊？尷尬事咧就反為就比較少嘅，咁但係有啲趣事咧就可以分享下嘅，就譬如人哋可能離遠望你嘅時候咧，唔會嗌 Madam 啊、嗌 Sir 啊咁樣啦，咁所以就會俾人誤會，因為嗰陣時喺學院啊或者訓練嘅時候咧，就需要剪頭髮啦，就非常之短啦。消防嘅體能要求係冇分男女，但始終男女喺體格上嘅本質有別，要做到同其他男學員一樣嘅成績，一啲都唔容易。始終其實喺訓練期間啦，壓力係一定有嘅。咁但係壓力咧個源於係都其實喺自己就想自己做得到，同埋係想做到最好啦。咁話喺團隊上會唔會可能累到其他人啊？其實咧，因為係一個團隊，所以唔可以講拖累啊或者嘅。咁所以其實係一齊去提升自己嘅體能，或者大家嘅一啲質素啊咁樣方面等等啦。消防員肩負起救急扶危嘅責任，不時會遇到有人命傷亡嘅情況。Emily 話初時都會有啲唔開心，但後嚟識得調節自己嘅心理，明白到盡咗最大嘅努力，已經係對得住自己同埋市民。其實嗰一次嘅經歷咧，喺我出班之後咧，有個婆婆就喺屋企裏邊咧就跌親啦，咁就冇知覺啦。咁佢屋企人家人都喺度嘅。咁我哋一去到咧，就係以一個先遣急救嘅部隊去到，咁就同佢做急救啦。咁喺嗰一次當中咧，係我經歷嘅第一次救唔返呢一個傷者啦。咁亦都會覺得係唔開心嘅。咁但係我亦都有安慰我嘅同事啦，因為我哋其實盡咗我哋嘅努力咧，其實我哋嘅職責已經完成咗。消防員向來被視為男性專屬工作，其實早喺1992年已經開始有女消防員，而目前女性消防隊長級別或以上只有12位，比例上佔少數。但原來喺日常工作上係冇特別優勢㗎。但 Emily 認為女性喺某啲救援行動上面可以扮演到特定嘅角色。喺女消防員其實喺呢一行，我覺得好難講話有優勢嘅。其實大家咧係做翻我哋職級上需要嘅嘢啦。咁但係你話可能喺安慰女傷者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有機會覺得男性未必會100% 理解到一個女性裏邊點諗啦。咁所以喺行動上方面咧會有少少幫助嘅。除咗女性，消防處近年亦都開始聘用唔同族裔嘅本港居民。而根據消防處嘅資料，喺2006年至今已經招聘咗3位少數族裔人士，穆偉健係其中一個。做消防員係我個夢想啦，咁因為其實好似好多人都講啦，夢想係唔容易去追求嘅。咁我記得一開始嗰陣時咧，我係頭2次考消防員都係唔成功，咁我就衰咗一個體能測試嘅。咁我屋企人咧同朋友都不斷咁鼓勵我，咁就叫我唔好灰心，咁繼續努力。咁終於喺第3次咧就比較成功考到消防員嘅。屢敗屢戰嘅精神，令到穆偉健喺舊年年尾終於夢想成真，成為一個消防員。要投考成為消防員，先要接受一系列嘅體能測試，除咗考一般嘅體能，例如耐力折返跑、引體上升等等，另外亦都有模擬實際操作測試。咁當中係要求考生爬梯、跑樓梯，甚至係穿越隧道。今次又睇下我同埋吳庭遠考唔考到先。
第一關就係爬梯，考生需要戴上消防頭盔，孭上一套呼吸器，扣好安全繩，然後逐級向上爬，要爬大約3層樓咁高㗎。唔好以為就咁爬上去咁簡單，爬到指定位置要望翻落地下，辨別翻地下上面物件嘅顏色，然後再逐級爬落梯。右邊，藍色，左邊，黃色。呢個測試係要求考生喺50秒之內完成，其實唔算太難，不過就要睇下你會唔會畏高啦。我啱啱開始爬嗰陣都有少少腳震㗎。爬完梯就要去跑樓梯，考生需要戴上消防頭盔同埋手套，孭上一套呼吸器，由已經起積嘅消防車嘅上層儲物櫃拎一卷輸水喉同一件工具，然後帶同工具同輸水喉跑到距離消防車10米嘅建築物，再跑上3樓，需要喺34秒之內完成。我呢個咧係錯誤示範嚟㗎，實際考試咧係唔可以踩住個台上去拎斧頭㗎。平時跑3層樓咧就真係冇乜難度嘅，但係要拎住條喉同埋個呼吸器，唔好話跑快啲啊！我跑到一半，差啲想放棄啦。哇，啱啱好啊！不過吳庭遠喺時限之內達標，為我哋攞翻一啲面子。巾幗不讓鬚眉，嚟到第3關，等我李詠琳單人匹馬接受考驗啦，就係要喺19.5秒之內穿越隧道。就咁睇好似好簡單，咁但其實咧係需要戴住消防頭盔同埋手套，孭上一套呼吸器，由5米外嘅起點跑到隧道入口，然後爬過隧道，穿越隧道之後再跑向距離隧道出口5米嘅終點。呢關好似容易啲，不過對於怕黑嘅我都係一個大挑戰啊！哇！條隧道入面黑掹掹，伸手不見五指啊！點解好似爬極都未爬到出嚟咁嘅？嚟到最後一關係障礙賽，考生係需要戴上消防頭盔同埋手套，孭上一套呼吸器，喺消防車嗰度拎一卷輸水喉，然後帶同輸水喉跑到距離消防車23米嘅終點。途中係需要踩入踩出2個車胎，同埋穿越一個門欄，成個障礙賽係需要11秒之內完成。你睇呢關，我跑得有姿勢有實際㗎。順利完成，咁至於幾多秒咯，就唔好提啦。一般考生通過咗體能測試之後，就會進入第2階段能力傾向筆試。如果過咗筆試，就會進行最後面試。咁當中係會問到時事同埋情景題嘅處理方法。其實我哋會分幾方面嘅問題嘅，會問下佢基本對消防處工作嘅認識啦。咁另外就會有一啲情景題考下佢嘅反應啦。咁同埋可能有一啲時事嘅常識，即係睇下佢對身邊嘅事物有冇關心啊咁樣。情景題咧，可能都會問佢啊，假設你而家搭緊架巴士，而家巴士咧個車尾冒煙喎，咁你作為一個乘客，你會有咩可以做到咧？亦都你會有咩反應咧？咁我哋睇一睇啊，究竟佢會點樣諗嘢喺危急關頭，即時考下佢嘅反應咯。消防嘅工作同廣大市民嘅性命有關，少一份使命感都唔得。楊 Sir 提醒考生投考之前要有心理準備，面對各項挑戰。喺考之前咧，應該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啦。你會接受一個嚴格嘅紀律訓練啦。咁亦都呢份工係需要輪班工作嘅。咁你個工作環境可能會係有啲好熱同埋漆黑嘅環境入邊咧去工作嘅。咁亦都係有機會咧見到有一啲大量嘅傷者啊。咁有啲嘅可能災難嘅場面。咁但係我哋同時咧都要咧係好鎮定咁樣提供一個專業嘅服務咯。楊 Sir 話每一年消防處嘅招聘人數會因應有幾多空缺而定，而處方最新預計今年會招聘大約540個消防員同埋救護員。現時消防員嘅起薪點係19,780蚊，經過3年試用期之後就會接受進階嘅培訓，咁之後咧係有機會晉升去消防隊目或者更高級別嘅職位。睇完消防員嘅工作同埋入職要求，下一集我要入行會為大家介紹同樣隸屬消防處嘅救護員，大家唔好錯過啦！